主后2023年3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的颜色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到33节。迄时，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就对伊的部下讲：这人是施洗者约翰，伊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所以才有权能行这的神迹。原来，希律为着伊的小弟腓力的某希罗底的缘故，有掠约翰，甲伊连起来关落监。因为约翰定定对伊讲：你娶这个妇人人做某无合法。希律想要甲伊刣，不过惊群众，因为因拢想讲伊是先知。希律做生日的时，希罗底的查某囝伫来宾面前跳舞，希律真欢喜，就宣誓答应迄个查某囡仔，无论求什么，拢要互伊。查某囡仔互老母使弄，就讲：请将施洗者约翰的头壳放伫盘里互我。王的心真艰苦，不过因为已经伫贵宾的面前宣誓，就命令照所要求的互伊。王找人去家里斩约翰的头，将头壳下伫盘里，交互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就捧去互伊的老母。约翰的门徒来收伊的身尸去埋葬，然后去甲耶稣报告。耶稣听到这个消息，就离开遐，敢若因家己坐船退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。一大群人听到，就对逐城市行路缀伊。耶稣上岸，看到一大群人，就去认因，医好因的病。黄昏暗，门徒我来甲伊讲：这是偏僻的所在，天嘛得暗啊，请甲群众解散，互因通家己去附近的庄舍买食物。耶稣应讲：因毋免家己去，恁互因食。门徒对伊讲：咱遮只有5个饼、2尾鱼。耶稣讲：摕来遮互我。伊就叫众人坐伫草埔，然后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仰天感谢，饼掰开，摕互门徒，门徒就分互众人。大家拢食到饱，门徒捡食剩的碎屑仔满12篮。食的人，妇人人甲囡仔无算，约有5000个查甫人。耶稣随时逼门徒上船，先过去对面岸，伊家己留伫解散群众。群众四散了后，伊家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伊邀家己一个伫遐。迄时船已经离岸真远，因为正风雨影拨来拨去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往门徒遐行去。门徒看到伊伫湖的顶面伫行，真着惊，讲是鬼，因惊甲大声喊出来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安心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应讲：主啊，若真正是你，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。耶稣讲：来。彼得就对船顶落来，行水面去耶稣遐。
伊一个看到风遐尼大就惊，煞要沉落去，大声喊：主啊，救咧我！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救地，讲：小信的人是安怎得摇旗？因上船，风就沉去。船顶的人跪落去拜伊，讲：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以上。生命的颜色，施洗者约翰受处决，向初代教会甲咱发出一个强烈信息：这个世界对上帝自头到尾一直充满敌意。当耶稣的事迹传开，希律者做医士约翰搁活，搁再人相信亡者的灵魂会互继承者搁较有生命力。约翰的受害是耶稣展开宣教的催化剂，希律犯奸淫罪，却无视施洗者约翰迄先知般的警告，反倒将伊关押，企图平煞杂音。伫希律的生日宴席顶面，甚至用约翰的首级摆盘献作结束，这充满着算计甲恐惧。反观弥赛亚的颜色，却毋是安尼。饼甲鱼是加利利人平常基本得食的一顿饭，虽然简单，却是主的灵敏所引发的心热。伫耶稣互5000人食饱宴席，无精心煮煎的鱼，也无酒，因为主的灵敏，即顿饭互众人拢食饱，也有剩。马太福音14章19节描述，伊就叫众人坐伫草埔，然后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向天感谢，饼擘开，摕互门徒，门徒就分互众人。摕祝福擘开团，成做后来教会实行圣餐的标准动作。希腊家鲁云讲，这个手势通讲归结耶稣的一生。耶稣伫永恒中受拣选，伫约旦河受洗的时受祝福，伫十字架顶受破碎，当作生命的饼赐予世间人。耶稣行伫乌的水面，为着要安慰甲唤起门徒受风影波浪七条着磨的信心，必定代表深信耶稣是救主的人，也代表愿意为信仰冒险的人。耶稣对伊讲：来，总是当伊袂记得注目耶稣，看惊涛骇浪，就陷入危机。所以主讲，小信的人是安怎得摇旗？尽管有信心，若只有看困境，也是会受打败。福音书中间的信心，拢是动词，这名信心需要持续行动，就亲像是歌，无搁再唱就会消失。咱必须常常运用家己的小信。若无，就会亲像无搁再使用的金麦，落尾就会萎缩。早伫耶稣诞生的时，外邦的星象家就对伊拍拜。这时，船顶的人跪落去拜伊，讲：你真正是上帝的囝。虽然迄时门徒也无法度明白，耶稣只有透过十字架甲搁活，才真正伫即个世界做王。毋过因已经亲目看见耶稣享受性命，甲行伫乌水顶面的权能，门徒正惊好讲：
耶稣是上帝的囝。主耶稣教咱往天父祈祷，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。对安尼，索罗德牧师认为，这应该理解做维系生命所需要的逐种事物。换一句话讲，咱爱逐日邀请天父做咱生命的主，愿意的恩典亲像吗哪，每工供应。咱的信心偌尼小信，所以主予咱的条件是：唯一正做咱的主和生命之粮，咱怎通无去正做世界之粮，活出受拣选、受祝福，甲愿意受破碎的生命呢？默想，行伫水面，对我来讲是指甚物？我会安怎回应主的邀请呢？行伫水面，对我来讲是指甚物？我会安怎回应主的邀请呢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互我逐工拢活伫你恩典的宴席。虽然我信心真小，毋过因为你的怜悯，我的确通行伫水面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